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看到这图片呢，龙王超级大龙虾，这有修行了，说至少300年的修行，不能乱杀嘞，会招致那个什么灾难呢？要把它放回去，不要杀生啊！不能乱吃动物，不能跟众生结恶缘。有网络研究说是修图修出来，怎么有这么厉害，能够修出这种图片，看不出来是修图啊？看到这种图片，通常都会广传给大家看看呢。